things 这个，安尼伊来来，伊讲安尼了，我就知了，伊教个大陆，无药，我知我看路无药，药伊真重，我知伊真重，伊准了，伊准啊，伊准，你要紧，特别好咧，你看伊站一站一站，一个发声。嗰一个发声，嗰一个发声，古时都未晓是路，他那你看到路一站、两站、三站，不是四站，是安尼，这里可能是界线，这里是有大呀白呀了，你看病就是安尼。安尼强起路啦，后过路是天顶嘅人，但係路唔通講後過天頂咧，要去做你唔通，直接做甲咱司機頂打了面。伊知咯，這個物件，當中來這個物件，所以人一步 practice you see the change in you，the change will be 你驚得佢去保呀，伊唔使驚去四山來了，乖了。未去講去客家係咪留無了 ？This is the way。唔得講，點你經一家人咯，阿樣比較way，一家 means the only way，人咯 the way。所以你看起來你啲人幾viel啊，讀你知咗啦，一借一年啊，嗰時骨力。這裡有大嘅班人，那是談咗安尼有大嘅班人，好哋點先安尼談了咯。特別攤下人未攤 ，because 他們攤下人惡。actually 攤下路嚟學這些人講路人笑人，你知無 ？It is a way because the world 攤下就 wicked， 你嚇，就借嚇借，所以路人 anytime 要嚟借 ，anytime 嚟借，แล้วว่า參加路人借，白白人借家。อากาศเป็ดจำเก่าจีแล้วเก่าจำว่าหลังขามว่าหลังให้ชวนก็สวาเป็นจักกู้เข้าไปเสียแล้วแต่พี่มันทางจีหลังจังเองว่าลุ่มทางแล้วสี่ก่อยหลายสุดท้ายลูกก่อว่าก่อลูกแจววันแกงจีหลังแน่นจีหลังว่ากะกี้จีyeah I hope you have benefited a lot so Kailan sana? Jadi jadi kami suka lại công trình, tháo chỉ hàngว่าหลังโบสีแล้วว่าเจ้าตีไปไหลขวาว่ากองเบแล้ว certain times ว่าจุดสีว่าเบกองละ so จะเลยจะ experiment ขวาว่ากองเบก็ส่วนหลังจุดบังจุดหัดซาบโบเสียงที่จีหังว่าจำเจ้าหลังเลยไม่แก่ so เจ้าหลังเลยไม่แก่ I don't want to be a parasite means จำเจ้าหลังเลยไม่แก่โบกาหลังขวัญหลังตำปบไม่แก่ so แค่นี้ว่ากองเก่งสิว่าปกติสิเฉลย I'm very grateful ที่งานเจหลังว่าใจว่าพอไปเฉลยฉุดลุย so that ว่าใส่กี่ช่วยอีสังกัดเลยโลกุนชูก็เรียกว่า specialist so เป็นสิหลังใครลุยที่งานเจ so ว่าที่งาน grateful เฉลย so แค่นี้ว่าเป็นสวาโลติ้งกุยจิตว่า讲 about 这个界限的书，特别讲จิต这个是讲 revision means กุย查ติ้งกุยจิตกับ天嘅几哪行，所以頭一行我要講人聽，那是搞界限的人我要講人聽，這個三行真係要緊，而這三行就是叫巴利話、撒巴話。สังคตาสัมมัญญา这个三行这个三句巴利话对这些的人就要真正对重撒巴话是什么撒巴话是 nature 的物件 nature 自然的物件那是自然的物件如果要看什么物件自然的物件不是人做的物件自然的物件是什么
那是讲风节，你看到叮当；那是土节，你看到电跟水；火节，你看到伊热跟冷。And then get one get 那面就是水节，所以你看到这个水节的物件，你看到会记顶礼拜顶月日你叫我，有人伫街讲谢神了，我买来我夹一个物件，砰甲了，我每搭人有听到，伊讲搭人听到个了，按照路人会听到，我就伫做，路人唔知啥物。And then 路人看这个声呢呢，你mind走去找迄个目标。所以这个第二项啊，我所有人看啥物啊？那是你有了一个目标，你心壮起。我听到，我就无叫人听，按照人去听到。So mind inclines to an object。啊，无话讲 mind inclines， 心促目标。所以这边我有跳你看。所以这个18话就是啥物 ？Nature or unique。是个 S 什么 character， 我感受了，我什么 character？Natural characteristic of 什么呀？名色 nama and rupa，nama and rupa，mind and matter，mind and matter phenomena 發生，啊，呢種漸漸看見什麼呀？做啲 meditation 你漸漸觀看，風節啊、火節還是土節，特別唔使去講嘅。因為看叮當，一知叮當，一知定，一知定，女一知女，熱一知熱，這是看到你這物件。所以這個對 meditation 真係要緊，實在人要知。你看好好，你要安怎看？你看我人若是去啲無乜位啊，你去看無乜位嘅神仙啲假邪神啊，因為後邊有寫。Only if God on the spot, you will spot Sabawa. 今日這人未 understand 係咩物件咧？有這邊講 ，Only if God， 你若是着叻，你話你只係看到這個Sabawa。所以他們說啊，你要手，你要當係咩物件？無論啥，睇下我教你人，你人嘅手係要當落阿莫會，去慢路。頭是到 contact 咗 ，what is the sensation 真係要緊，當咗嘅是冷，是熱，是定，是暖，是叮當，是錯，是實，這個加了是叫做18啊，你都要注意關鍵咗，mindful， 把路只係睇到看到18啊，有人講啊。啊，為了用較大嘅時係講定女，啊未講咗係講定女，比較是在，或者是定嘅，未使。你要當咗嘅時啊，你 morning 嘅時你卡穿落，然後你打落是冷，啊，或者你是掉落了，你看到，所以這個18話要看到才要緊。and 你頭一個當咗嘅時，你才會看到18話。after that 你起來想唔對嘅，當咗嘅是冷，對，但係你起來想，喂，龜頭冷啦，我講 rheumatism 想起了，所以這裡就講啊 ，only God on the spot you will spot 18話，頭一到 contact 就前日有見要注意，and then 你會看到這樣係18話，and then 你再冷，and then 你看啲叮當，你看到叮當。所以這個18話，第二項啊，桑卡達，這桑卡達本是這個主人嘅物件 ，the trio of movements，係咩物件？因為是有叮當啊，有這個三個叫做 condition 啊，然後有聲，然後有舞，然後有畫，係咩物件？你人看好啊，然後有聲、舞、有畫 ，arising。maintain for some time and it disappear。所以這個物件，我愛路人觀察過，我講人聽，看這個不到從頭一破嘅時，看到一當頭一眼，當第二眼，第三眼 ，beginning, middle and the end， 你是看到三卡塔平。我無愛人看，噗。康康的當，
所以这个是无聊的 meditator。你坐到几十年，我无半行，无半行，所以我爱路人头到尾你看到，然后说看到头一夹、头一站、第二站、第三站，这个你就看到 beginning、middle、end。你还没算啊，新鲜一个人坐线啊，头一看就是当站的啦，那是个看不到就旁甲边，那是一个人头一个一坐线啊，一看就当站啦，头一站你看无。尾一站伊看无，因为这个真正咩事啊，所以看无着。特别直坐，尾来伊较熬了是头一站伊看着，第二站伊看着，第三站伊看无。虾米事第三站看无？因为头一站伊看着，第二站看着，第三站无人看，就要去了，想咩？因为伊卖伊正念无够力了。所以那是搞这些的人，一看到头一站、当站、尾站，这个人这些有聊了啊，有听无？所以这个你要看这个三卡刀，你看到 beginning、middle、end， 你聊就好了。第三万样咩啊？到你看到这头站、中站、尾站了啊，你会看到啊。清清楚楚，你清楚是啥物啊 ？Continue effort， 你 good luck，and then concentration， 你集中精神病，你看到无常可无我，这个无常可无我是全世界各项无常可无我，无一项讲常天是我。这个改了无呀，你怎看好嘛？你人坐站站，你人想法，虾米世界在伫这个世界有常的世界无？今日你看咧行，早几年你看咗，佢继续古人咗你唔知。虾米物件本是人本是想，长本是想，头壳本是想。你看我大故事，我大个人的时，我去看，我后尾一个讲，这个我。过去我听话，佢讲个了水食了，拢总无了，你讲拢总，所以你看渐渐生有化，所以你看到这个啊，三万呀 ，continue effort and concentration， then 也看到无常可无我。到有了这个，安尼你知啊，十八啊，三卡达，and 三万呀了，啊，我听这个六项我拢听。你看这边我笑 ，Only when Sabawa is seen, Sankata will be evident。你就要看到 Sabawa 就是 nature 物件，看个明了，你会看到头站、中站、尾站，然后把你才知虾米是 Sankata， 这个三站。伊讲 Only when Sankata is known, Samanya will be seen。你会看到头中尾，你会。未来你才会看到咩啊？看到三万呀就是啥咩啊？三万呀就是生无常可无我。假如那个无常可无我啊，你会看到vipassana vipassana 界限的地位去啊。虾米是叫做界限的地位？这个真正 important， 真正一人界限，要找虾米物件你去看呢？真正要看咩啊？无常可无我。Left and right， 这边到这边你看到无常可无我，这边看到无常可无我，那边看到自己咁你渐渐知，你mind是 computer mind 嚟 ，computer mind 是电脑嚟，你渐渐接受无常可无我，无常可无我，无常可无我。From beginning up to the end， 几年你渐渐知，伊 computer 滴，9点声，伊 computer 内面嗰度。你 data 直接拍，伊一日咁，伊一按有一日伊舞起来，你舞起来咩啊？互你看到，虾米是立团来？所以咱袂这个人啊，唔是坐山要看虾米？有个人讲啊，坐山我要看到 vision， 你看伊个彩色啊。If you meditate, you will see vision, and 这个 vision V-I-S-I-O-N， 伊人在想 vision means。查甫啦、仙女啦、翁公啦，这个叫做叫厉害数。
That vision is not picture of angel or是 God or 是鬼，唔是，伊是看到 vision， 什么是 vision 啊？你看到无相嘅人看到，看到咩啊？大行都看到无相可无我，无相可无我，无相可无我，到爆炸了嘅时候，浮起来啊，拢总是空。什么时叫是空？立团是空。特别就会人就常讲，立团咱咧空面挂哇，挂一个我，无我通挂。所以真正一人就用讲一个我 ，It is all wrong， 咁了唔对事。所以这个我听人听，咁你看到那维巴萨那样那了，伊那是识嘅是马家什么呀？亦道醒起来，你看到了，马家 is realize， 你看到道，马家就看了，你看到立团，你把那一心，看到你看没错没？Nibbana is seen, one is delivered from Apaya Bhumi. Kalau你就看到立團了嘛，你穩在講，任你昂我無看路了，做禽獸無了，地擊無了，將這餓鬼無了，有錢有貴無了。So the purpose of land 這邊定來這些就是唔係去路這個靠嘅所在，是真正提倡嘅事。So land that's the first thing. Second thing, I want to講人聽三項多啲疾病。That three things you must be very clear. 咱睇那邊學這些，頭一項啊，咱啲看隻 rising falling 是看下咩物件嚟？這個本要對要知。Why I meditating? Why am I watching? 起落旁邊。意思是咩啊？这个旁边叮当是正是我运是色受想行识，这个我运啊，真正一人无明白讲是我，特别你渐关这个 rising falling， 你去看我运来，你若是咪讲我运，我看着 mind and matter 就是我上句 mind 是啥物？mind 是我的感覺，我的思想，我的行，心的行，甲我的这个知識嘅識 consciousness。若是講暗我話 ，matter is called the body is called matter 頭項 ，and then mind what is mind 有四項 ，feelings thoughts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 這個五項合起來一樣叫我運。這個我運，大家人講是我，特別咱睇下就硬看這個我運，直直關起個路上面關我運，你看有影有我無，找無我，看到咩？看到無常可無我，咁看到無常可無我，這個 computer 咪直直接受，把你一直在講有影是無常可無我，所以拍出來嘢，你把那這個好你看，所以頭一項你要知啊。A being is 5 aggregates. The mind and matter. That means nanti kau rising ke falling tu kau arrow key kalau rising and falling. Is it actually kilo nanti kau ngaun. So nasi lang mulu. How is your meditation? How is your kandas? Ngaun lah kandas. You can see kandas or not? Lalu I can see everything very clearly. Rising and falling. ลุงใส่到講係咩啊？我係 meditation 安裝，我係我運安裝。你講我係 rising falling 啊，先行相啊。就第三項啊，安裝要談這個我，這個要看講這個無我啊。因為咱要觀兩項咋，而這個兩項是叫做 two types of truth， 一號嘅 truth 啊，是正實嘅 truth， 一號嘅 truth。是無影嘅 truth。假如講啥 today 我來一節 motorbike， 伊講我有一隻 motorbike， 我講後打伊無 motorbike。睇下我 prove 你看，假個 motorbike， 假個馬甲來看 ，is this called motorbike？ 唔是，棒。wheel 這個兩顆是 motorbike， 唔是啦 ，wheel 係棒嘅㗎。
engine 我嘅是这是 motorbike， 唔是啦，这 engine 嚟，你绑架了 ，there is a motorbike，no motorbike。So ultimately 啊，實在物件 ，motorbike 無，motorcar 無，人無，查某無，查甫無 ，and this is called absolute truth of 巴利話 paramata saja。所以那是看到這個物件，正咱去觀線啊，咱就看到就要找到 reality 是實貌啊。十八我都人行路時，你看到咩？叮當，你叮當就久，問下久了了，成伊家去也春落成有花無了，他等個把那個成有花無了，所以你看這個十八啊，真實是無常嘅物件，你看到成有花，啊都花了無了，成講伊有摩托拜，無影摩托拜。伊有 a lot of steps 合起來有 motorbike。When everything is compounded， 就係講人應人和合，巴魯啦，才有人，才有大波，才有查某。All these things 咱要知，所以今日來看，咱要知兩項嘅 truth。有個人咪問你坐蝦米線？有真正一人講我坐vipassana線。What is vipassana線？你若是搞嘅人啊，你聽伊講啊，伊concentrate安怎，你就會知伊對。我有個人講，我坐vipassana線，你關蝦米啊？我關佛祖媽阿彌陀佛，你知者唔是vipassana線 ，because 伊無成有化，個你舉住佛祖媽，你看佛祖媽，你看我老啊，不如點看佛祖媽，伊點有啲，伊無變無誒，so。這個是叫做觀念 concept 啊，點有嘅物件。但這個若是講paramata saja是實在嘅物件，伊成有化。所以你看 rising falling 成有化，你行路你看，這叮當是成有化。啊了攏總是這個物件，而這個成有化是對這條路你看五運，而五運各項成有化。所以那是人問你坐看蝦米款嘅線，你講啊，我坐阿vipassana線，按照你看vipassana線，我人漸關這個五運問你關這個，問你關這個 rising falling， 問你關感覺，問你關這個思想，來思想，噗伊無去了，成有化，所以咱你若是關五運，你是正就是vipassana線。咱你來點關這個叫做觀念samatha線，所以這邊嘅在那是問你 ，What is the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is 這個是叫做一看叫做 concept 觀念嘅目標。了，那是vipassana呢，伊是正關這個absolute reality 就是正實在物件，正實在就是五運。有成有化，所以這兩項。第三項我要講你聽，今日有人來學坐線啊，結尾要談立團啊，未談立團啊，你就要過七嘅 purification 係咩啊？成日大杯抬刀啊咩呀 ？purify 一大杯一煙，แล้วก็一煙。你若是頭一煙一大杯較粗嘅，第二煙一大杯較油，第三煙大杯較過了第七刀呢？你看到涅槃啊！and 這個是叫做 purify the mind。that's what 到底這個一家人我媽個是講 purify your mind in 7 stages。七境界，了你心 from 垃圾變咗真正清氣。所以這個就是 self purification。and 你若是要切開油過了，有16個 stages 是啥？本是會使講境界有啊啦。7 stages， and 過了這16個 stages 啊，你再講我談了，所以這個我講人聽，這個你知這個眾生是正五運 ，and then 你要看下面是五運，這個旁邊正是五運嚟，所以你睇關係咩啊？我關這個 rising falling，and what is that？這個就是這五運嚟。and then 這個內truth 實在物件，這個叫做觀念，這個是叫做實在物件。
观念无实在。今日你看我是属完咯，大波乱在大波，改改我自己大啲养个的时候，我就去老头毛，แล้ว我改行做嘅上工，大些我咪有人讲查波，10年啊，人是算少了，讲一个大波查波，所以你看他那有的人争这个争回来，所以他那要拼这些呢，哎有这个切付款的这个叫做。filter 我想等人会使叫大杯呗，大杯是番哪话了？啊，太刀啊，太刀7元的太刀，为了7元的啫，所以我这边系啊，你看 A 头1元 ，B 第2元 ，C 第3元 ，D 第4元，啊，所以แล้ว我下面是我系3格，这3格是这个16个元啊，16个元啊，不是这个叫做。境界，然后你看，所以我就不让人看，所以后句人提前就知讲哦，我得咯，我知。所以头一行啊，要提前啊，一谈就 A 一个太刀啊，伊要有劲越界，人那是无界，很可谈，未谈本 actually， 而你还没说人那是无界啊。虾米物件伊唔敢做，伊虾米物件敢做啊？伊无一个会晓见效，甲会晓惊。人有了这个内行啊，人唔敢乱做，会晓惊因果，会晓惊因果是安定，这个是 fear of karma。咱第2行会晓见效，人那是会晓见效，伊无拍差咩特别见效啦，做这物件，咱做人。所以这个本真内行，所以这个啊，那是人啊，伊要节省啊，5 OK， 你来如果该如 OK 了，未使节省，所以你唔使讲话无节省，哦，如果该够价了，特别你讲价我提价啦，我会使节省呗，安怎卖？安怎卖？我讲安怎会？你搞啲马仔是提价，是你睇啊，做你睇啦，他定后真是到最后长诶唔通睇啦，一路个把那啲把到你啦嘛，你是卡把当什么啲咩有解，所以不大贴出来，真正明有解，特别他定解了一节线，也清楚，特别起来了啲节线的是讲，我个要睇嘅一只鸡，我要家己做无赖。一发一改，难得你有了，你要听我不到听真正明，所以这个人会使做，唔通讲哎哟我唔敢做，咩 practice， แล้ว后头咧你去归做了，你破了改，如果你repeat第2道、第3道，就5改9日了。特别做嘅时候啊，伊就要搞成一行，伊要搞4行，伊把啲木卡伊改，227改，伊要完全。因啲啊生活啦，第2行什么呀？要搞这6斤，看到伊要偷吃咯，又讲先，伊特别袂使看了，伊就伊来是讲先，伊来看到伊偷吃咯啊，伊无看到你查某水无水，安怎伊看到你查某水无水？伊看了先，very beautiful 咯，continue 伊看。dan ialah sampai lah. But Buddha kaya mang Indriya Sangwara 这个欲见，一水看到一头起，起落了一看seeing，伊mind concentrate on the word seeing，伊无想讲你查某有guitar shape，无guitar shape，所以伊清气。So Indriya Sangwara， Ajiwa Parisudhi。Ajiwa Parisudhi 做回想要清气，袂使看命，袂使做这个做那个，万事有这个物件，你较坎坷袂谈，然后就你切解无清气。And then 第4项发财啊，三日四大，这个啊，伊所要做虾米物件，伊就要想啊，做回想伊要4项要搞，食清大甲伊困。这个4项伊要想咩？我会食清气无？
未使开嘴讨食，啊，所以我不得摇落，互我未使。我徛落厝，你若是有爱好，你好，我无甲你讲感谢。啥物事我无好感谢？我徛落厝，我互你机会，看你正确，后过你好康。了我，安尼我真是有保持，我今日有人答应我，互我食，这个清气，清本是要清气，未使讲，我甲说破了了无？这个是心定，一破一改了。第三项，伊未使大的所在，啥起厝骨底，起骨底互我啦，做一间小小间不要紧啦，未使。你人看我有，就去，你来无大点点，我找别项。and then 第四项，伊破病，伊未使讲，我破病啦 ，give me some money 啦 ，take me this，take me that， 未使。所以这个该了做回想这四项伊要讲，到伊过了完全清气了啊，伊节省真啊快进步。这个是头一项，头一个菜刀啊，我会记啊，菜刀啊。如果菜刀会使用啊，菜刀一个。第二个菜刀啊，伊就要讲啥物啊 ？Purification of mind， 伊就要直直关啥物啊？他那我人这边关 rising falling，rising falling，and 我人对路是叫做马西赛道的路。到伊那渐渐直直对了啊，有5款的节弦，就好款的节弦啊，伊人是叫三马达弦。三马达弦就是啥物啊？伊互你一个目标。要互你直直看你目标上，真正侪人一样用一般的图，然后伊渐渐上咧图，伊讲图，啥物思想来唔买，撒走，所以甲他报咧一项，按照伊无思想无听无味无动无动作无甲了无，伊甲逐渐看咧图，伊入定，按这个就是叫做伊。三马塔弦伊入定了伊谈着Upacara Samadhi 甲Appana Samadhi，Upacara Samadhi 啊，伊入定谈真正深了。then Appana Samadhi 伊入着Jhana了，入着Jhana就入着定了。所以这个唔是咱做的，所以咱无拍插。但係我人關係是 Vipassana 弦，Vipassana 弦你點樣講 rising falling 了啊？啥物事你偷要看，真正艱苦看，安尼5項漸漸做亂路，而且你頭一項是咩？欲見的向善去做亂路，第二項聖地，第三這個愛困心，第四煩惱心，而第5就是講咱漸漸疑心，唔知這身上好無，伊家着落無，啥物無，這疑的心，所以這個5項就叫做班車尼瓦拉那是漸漸去扎咱。要做好的人，伊漸漸摘咯。我是來漸漸摘咯，我都未談。所以睇下你就咩啊？個 rising falling，個甲3擺掂了好事了嘅時，這個5項伊拍到了 suppress。我是這個5項拍到了嘅時啊，你嘅看法無相，而你有了這個叫做 samadhi 就是啥物啊？但你講 samadhi 就是。暫時你看 rising falling， 當無做亂咯。這個就是伊談到什麼的，所以這個人啊，就關 rising falling， 關到這個外走界無了，伊看法無相，而看法無相咧，伊掂了什麼啊？頭前你看到什麼啊？伊看到有目標，按照你看到有目標，看到什麼目標咧？伊唔買走去，我看到狗醫，你看到我聽到聲，他哋味着我味着臭味，即有目標呢，伊唔買走去，所以看到咩啊？正咧點聲掂了，即5下阻界木掂了，伊看到有目標有買來，所以這個伊看到咩啊？大行。伊所看到的是正有一個目標，了有一個 mind， and 伊看到 mind and matter。頭伊是看到啥物啊？伊啲個只 rising falling 啊咩？
减了嘅买是看到 rising falling rising falling， 伊要弹的是看到咩？伊看到有了 rising， 直直起，直直起，直直起 ，and then 伊减了，他等看到 falling， 他等伊起较深了，伊买较减了，伊看到哦起嘅时是不到是碰起 ，and 现在伊看到两行了。他们所以看到两行 ，and 伊买这个外走界点了 ，and 伊看法无相。路人看法，路人的烦恼是咪点想？你想咪件想无好事的，特别路人种清净的，你看无相。所以这个外走界点了，伊看到咩啊？旁，买再讲是旁，边，买再讲是边。所以看着，古时是我讲，我看着，他来看着无咯，减了啊，有目标买债，有目标买债，所以看着叫做Pariceda nama rupa pariceda nyana. At that moment, 嗰啲時間一看到咩啊？特特嚟發生有兩行，一個物件有，一個心在。咱无这些的人啊，我行路行，按照路行呢慢，我路这个了concept，特别这里看到咩？At that moment， 无人，无我，无路，是讲这个物件旁，这个心在讲是旁，边也是讲 rising， 一看到 rising，falling 一看到 falling， 安尼看到两行真一边就名色。一行，他等于那是行，伊不是看，伊去行咩？伊起来，村伊在村，叫伊在叫，大路伊在大路，心在大路，所以看着两行明明明，这个是对咱的买钱啊点了，把你再看着。所以一个人若是伊那一坐线啊，直接坐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啊。啊！得过了正礼拜一，看到这个物件明明明哦，两行物件，一个目标，一个心在，一个目标，一个心在。这个就是讲啊 ，purification of mind，purification 啊咩啊？抬头第二个抬头是咩啊？伊买掂了，伊买掂了，伊看咩？伊心在了，伊心在，伊看到咩？伊看到两行，一个发生，一个心在，一个发生，一个心在。这边一看到这个头一个叫做亚那，不是亚那，亚那 NANA， nama rupa pariceda nyana NANA， and 这个 actually 是头一个 first breakaway of Sakaya Ditti。这边我听了听，伊把你再看到啊，真正不是有人，真正有咧时间啊。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心在，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心在，伊无阿噶。So it is called the first breakaway of Sakaya Ditti。Sakaya Ditti 是我见我，其实俾伊看到无我，而且无我无明，伊阿噶，你别个人啦，像个无我呢，像个一个不多的旁。一个心在讲的旁，他等于叫的是不到的边，心在讲的边，你看到安尼呢？那你阿嘎，我有时候阿嘎，because 无还没完全的，冇咧把你这啲 practice 呢，你讲正是无挂来，一个不到的旁，一个心在，他等边的心在，他等要徛的时看到啲徛，然后心在讲啲徛，他等要坐。然后意见爱坐，伊讲心在讲爱坐，人咧上古叮当，伊看到有一个心，一个目标，有一个心，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伊谈到第二个答对了，伊看到咩啊？买清气了，然后伊看到头一个人啊，这头一个人啊是实在那是无不得来讲经啊，无人会看到讲啊，一个人正是一个名色哦，mind。and 这个买也是一个精神，甲一个目标，无人看到，无他看到呢。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个 first breakaway， 头一道咱离开这个我了。有人要看明明的，在 only this thing，only 这个物件发生，而现在这个物件发生，现在 first breakaway。And then 这按照也在啊，你看 mind and matter， 一个看 matter unconscious。他那你看我不到叮当啊，我不到叮当，我现在讲叮当。特别我若是死了，有当时我不到本来叮当，你知无？有人相信咯？我讲了听，按照我讲了听，这事完了，互人拍死了啦啊！死了的事啊，一个人若是死了啊，伊确定伊要变定的事啊，啊莫话伊叫 rigor mortis。rigor mortis 是啥物啊？这个香菇直直定，所以看到伊个香菇啊。有叮当，你唔通看，你看那是烧死人的事，我捌看，叫人家一直烧的事啊，伊去就把火了人不安呢。那你看伊个香菇直直，他等你看啲烧了的时，你看伊手叮当个卡叮当揪起来了，有个人唔敢看，你还没说啲烧的事直直叮当，那你叮当的事心知无？你死了伊无正心，伊唔知。所以这边有人要看明明啊，有一个正心，了有一个香菇叮当香菇唔知。你看那是香菇在死了的时候，做安怎？人哋烧了都知无？正心无了。It's only the consciousness you must see two things。我到底要听人听明。consciousness 嘛，你才知 consciousness 正心。你无讲出声上，这香菇直烧直，头头直烧直开角。所以我咧香菇开角你知无？你无正视你唔知。所以内行你要 observe 看好这个物件。所以你看 knows 啥物啊 ？matters unconscious。你这边一明白啊，香菇唔知半行 ，mind 知。这里看到要紧，有人要知，有人要接线啦。就要知啊，香菇唔知半行，mind 知。And then nose, eye and object， 你看到目睭甲目标，你讲目睭甲目标，这是物质，嗰个是物质。And then 看到嘅精神浮起来，所以看到这个色甲名哦，物质甲这个精神。你看到明，and then 第一来第三睇到啊，滴滴为数滴就是讲啊，伊会相信着咯，相信啥物啊 ？Purification of view， 你看到啥物啊 ？In himself only mind and matter， no self no soul。佢就是伊明白讲，正是咧是啥物啊？一个香菇甲一个正心啊，咱若是像安尼着咯，香菇甲正心啊。若是讲死了正心先头先无，会记一个内行的呢。若是死了叫做死人，伊无叫做烦恼了，就来死人啦。所以你要知 ，He knows in himself only mind and matter。搞个这个看站啊，伊会知。这个我是正什么啊？是一个精神甲一个香菇呢。咱伊会看到，伊会明白啊。加减这个本是阿嘎，来正实的时啊，就是谈着你班啦。伊阿嘎 no self， 这个我无影诶。你个mind点了，会记我讲咧班加尼瓦拉那是个五个阻碍无了，所以看法无相，伊看到这个我无，伊mind看法无相。You must understand 这个物件。所以第四项 A B C D 7道了才看到你班啦。第7项什么 ？Freedom of doubts concerning nature and pattern of existence。第7边啊，第4项伊看到啥物啊？虾米事咱来出事，虾米事咱来出事。and 第7边伊明白。and 这明白啥物啊？伊会看到啥物啊？因为是到第2个人啊，
这第二这个亚那就是啊嘛，这十六个亚那，一看到第二个，看到他们啊，正这个香菇甲这个麦啦，麦 control 个了，麦讲爱行，把路香菇起来行，麦爱坐，把路起来坐，所以看到。了，牙带一再牙带，了爱白，香菇讲白，手把你只白，俺一看到啥物啊？有了这个精神叫你白，把你手只白，有了这精神叫你起来行，把你起来行。所以第四边一看到啥物啊？一看到 conditionality 就是讲啊，原因就是卖叫你行。get 尾把路香菇只行，哦，原因叫你讲啊，上麦叫你讲白，把路手叫你白，那是无麦叫你白，你未白，都真正济人看无着无切线的人，你叫讲啊，你看伊家白头啊，你做咩你白头壳？唔知啊，你知无？你麦叫你白，伊讲我唔知，啥物事？这外做界各有地，伊看了乱。特别买这外族来点了，一看无像，一看就夹带，爱白，是我那个未使白，个头看有无？无啲啊，白嘅。一看明啊，你看这个买假一做，这个就是讲啊，伊买点，你讲是外族界无了。所以这个看法，这个外族界真系 important， 白甲无了啊，你才会看到这物件。你睇下人听了blue 淡薄我知。特别那是阮说外族界无了的时候，你看无像就这，无像的。所以这个看到咩？拢总是心智做鬼。伊叫你白，伊叫你行，你才行。伊讲心讲不到腰，你就香菇把你就白去行去食。伊也无叫你讲去也慢去食。你讲是买假如在，假如去。唔系讲去走卡去食，拢总是 mind control。所以不知道看到啥物啊？正一个人啊，像两项物件，一项物件是啥物啊？开骹开手 gripper 了，开骹开手啊，就羊啊，无一个开骹开手啊。actually 是头不知道看到啥物啊？看到啥一个人啊，像勇的人，像猛的人。但是养起来咩啊？养起来叫做像actually 这个 body 就是像这个好的 body 啦。伊养起来像讲是mind 像讲开骹开手啦，了你就养的，了这个 mind 讲啊，我爱食，了 body 就行去，所以。即迄落假如讲行去到去走卡，也无讲去啲人慢去食晒，伊都无。拢总觉得就买就 control， 一看到一个啥 gripper 甲一个用猛嘅人，猛嘅人就行个了。所以这个 body 啊是牛客，不到腰是不到腰是啥物啊？买来行个。你去问不到话，你摇无伊唔知，特别摇了的时候，伊唔买再讲摇，然你会卡行去找食。So all these things 不了看到这个物件，两项，这个买的 control 个啦。所以这边伊看到啥物啊？伊看到第二个样那就是啥物啊？有了 intending mind then only motion。intending mind 意思心爱做啥物，把路卡手才去做。所以这边看到原因 get go， 原因心爱做安尼 ，body 把路才去做。所以这个是叫做第二个样啦。到你来看到第二个样啦了，啥意思？You know，actually 听讲，到底这个维苏的玛嘎有讲啊。正来搞个这个第二个这亚那，一看到 things as they are， 巴利话亚他布达亚那 right view again， 看明，看明咩啊？
things as they are， things as they are 什么呀 ？knowledge of things as they are， 正正 mind 加落去，把落只去，所以这个是正了，伊看到了。到伊来看到这个正了啊，有的人啊，不大讲啊，坐下久伊捌坐仙的人啊，正是伊坐仙啊。第一个伢那个第二个伢那，做只伊浮起来伊会明白，特别这个是较少的人。所以这边啊 ，later he understands consciousness arises because of sense organ。你叫我顶礼拜，你人哋坐仙了，我做物件，搞了，突然人走去找，所以这边一知啊，有了目标，mind撞去找。所以看到这个物件本是 condition 对吧？原因为到声，结果这个 mind 把你才知讲声，我听到。所以伊若是会看到安尼物件，一个人正有这个内涵， and then 这个 mind control 个了，控制个了，伊正咩 ？He has knowledge of Dhamma。有当时啊，伊安尼教伊会知了嘛？伊会知伊本正事。and then 伊若是讲伊若是会知安尼，伊会 mind 安尼明了嘛？ actually 啊，伊若是知这原因结果了啊，伊正是叫主拉索多班，安尼虾米算？伊会看到人是这个内行，安到伊来看到这主拉索多班不大讲啊，一个人啊离开了世间，伊无过来出世做人，听到伊来出世做翁公，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亚那，第三个亚那啊，伊到伊那哈也喺度这啊。 唔通小汪你看无叻，係嘛？對，好卡叻個，實後邊啊，你好啦，所以這個第三項啊，你看 knowledge of comprehension， 這 comprehension 係咩啊？一直上經 rising 對頭對到尾，頭對到尾 ，and 伊會看到蝦米物件，這個物件起頭直直起，東本直直起，尾本直直起，啊，都起了伊看到路，起了路，所以看到啲這邊啊，伊看到起了就路，路了就起了就路，有的人安尼接受講，無永遠淡仔是起嘅精神，淡仔是路嘅精神，淡仔起嘅精神，淡仔是路嘅精神。 無永遠嘅物件，漸去扶這個物件，起甲落，這個伊會看到正是，伊看到安尼正是無常，如假，安怎會看到如假？起了，落了，起了，落了，安尼無好多天台啊！一個了，過一個了，過一個了，過一個來，過一個了，過一個來，安這個就是伊看到 unsatisfactory。 無滿足，直直來，就是看到獨家。and then 有當時，這個點聲，伊 meditation 起咩落咩，還是起慢啊是安怎？唔是伊控制。你看有時伊坐落去時，頭伊坐落真係喘，他等於看伊坐落直點。有個人伊坐了真係，直直來，坐頭久咧直親，直咩。你叫伊講，你做嘅嘢嘅咩啊？無。 你家己咩啊？你講安怎路安尼唔理你安尼辦，我家己辦嘅，所以看到唔是我係控制 ，I cannot control by itself， 伊家己發安尼，所以喺這邊伊看到，正無一個我的 control， 所以喺這邊伊看到，安尼只獨家阿那達，到伊若是看到安尼樣啊，就是伊明白講一個無，一個。 無常苦無我，無常苦無我，正伊是看到是無常 ，impermanent。So when watching the rising movement, one experiences and then 伊其他起碼你看，伊這個若是到伊來談這個看站啊，伊個 meditation， 伊個 breathing 真正咩了，然後看伊去了了，所以看到蝦米物件。 蝦米物件？伊看到頭嘅時看有，第二看有，第三噗伊無去了。咱等落來嘅時，頭看到，第二頭看到，第三噗無去了。伊看到 disappearing。
所以这边一看到正正，哦，这个过时就好看了无相个，所以真正 various of 这个无相都看到，所以看到这个 whatever 的when watching the rising movement, one experience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object. 起来来看后尾无去，落去无去，起的时无去，落的时无。所以看到 disappearing 就是讲，伊看到有时个无常个一道，但买看到是生化无常，通来看到每场无去，伊知讲个是无常，伊看到。He understands what arises disappears immediately. 所以看到还没能够发生，结尾就会无。过时一样看到明，这个无常。So unsatisfactoriness 不是艺术家，来了都无，过节来了无，过时讲伊无看到call，就讲unsatisfactory。无满足安尼 ，and then 阿那达 means 佢就係有時 kilo 真係咩伊未控制，按照安尼咩較慢，伊無對呢暑假，所以伊嗰時看到明白，嗰時無我，所以咁就愛看到無常靠無我 ，and from here onwards，伊要接嘅有大呀擺啊第四個人啦。第四個人啦，特別嘅第四個人啦有兩人，頭次人伊馬路就接第四個人啦，and 頭次人伊接第四個人啦，he is aware at the 佢就係是伊接這個第四個人啦，伊 meditation 真係好了 ，and 佢就係咁聲伊看真係明 ，and then 伊知 the ability to meditate is very good 了。特別教嘅這個勘站有了10項就要嚟衝第一，等於過去我未記講無這個10項，而這個10項就是咩啊？歐巴沙，即係歐巴沙是 light。有當時你啲借錢嘅時，你啲看 rising falling，而你唔mind借錢先一點了，點冇點你看到有個人伊看到，飄，像 shooting star 然後你飛像你。車咧，飛走，真正咩鬼？有個人看到是像個鬼安尼，有個人看到像日頭安尼。有陣時我就有一句話啲安尼啲 start 嘅時即係我啲借錢到啲頂面，借錢啱未起好，起個第3站了，厝頂未起我到啲頂面啲借錢啱咧。and then 你知我就冇咁想一頂 spotlight， 摩托車 spotlight。shine 我日超炸，然後這條白話，妹，我個借錢第3元，按照我都加來，所以這裡你看伊，普及你唔知，然後你未記嘅先，按照有 spotlight 我都加你日超炸，所以這樣一貴，所以這裡你看到頭一項是歐巴桑 light， 特別這裡 light 有落雨的，一雨伊就出一貴了。有一號你氣較深了你人較清氣了你看你目睭，你看到啥有火呢？啥人開白火了？唔是啥你目睭看了你開，安怎這個人無看火後頭你目睭看你再有光，特別你來開目睭起來，暗，但你看目睭呢，會光起來，所以this is called